好唔好咧？跟住一隻咧就係、關公月下識貂蟬。咁我哋呢個歌都唔使介紹啦，呢啲即係傳統名曲啦。咁由阿劉啟照師兄就出唱關公。咁阿朱麗君我哋嘅總頭咧，今次咧就係唔唱評㗎啦，唱夠啦嗬。靚靚裝子喉出唱貂蟬，關公月下識貂蟬，有請兩位。
哦，可惜你也听到，你看我看我是被正说。刁善咁樣君後，是生愛慕，故此特來侍奉，奉上茶所跟人們更教眾多，有我屬侍奉無人，就跟咗記錄新言，使乜用起夫人來我？君後，你本是英雄豪傑，又何必這般拘謹呢？嗱，我把香茶奉獻，亦屬事本平常。這個。
為一男生，你當然就我所講啊，你快些就嚟此地，再勿到營房都應過。佢義正言辭為警告，又何妨用命責難無奈望邊人別君後，等待機緣。燈後晚屋，要是唔交退。下退。我哋司徒後連環計啊！嗰個鳳聲獨唱，你埋花布。我非從賊嘅用雕線，我識得對你個意志。我在途中採得鮮花一束，所以歸來奉獻，此花芬芳吐豔，願君後你聲玉變香。我呸！我心一成都離我就成香，咁
出路都光都可以公開於公。
唱，玩迷問，可見我啊哦！好一個金個性啊，蘇氣啊，俾人越明做，你為個嘈間都肯識嘅數，你後面萬啊妙計，你別苦惱，你整嘅起身咧又可路，我給你計隨東茶，你嗰條雙計奉獻你呢一個小雕線，跟住大功呢告成，你又何必要再留為人世多謝。